歡迎收睇無線7點半1小時新聞，我係黃永琪。今晚嘅主要新聞有：上星期涉嫌用菜刀斬傷海關關員嘅疑兇落網；流感病毒株有7處變異，專家話會增強傳播性，打疫苗仍然可以預防。美國沒收陳列10幾萬枚比特幣，中方批評係黑吃黑，一早由美國國家級黑客偷咗。詳細內容：海關關員上星期喺土瓜灣執勤期間遇襲，警方追查1星期，今日喺元朗拉咗38歲疑兇。警方又拉咗疑兇一個屋企人，涉嫌提供虛假資訊誤導警方。被捕嘅38歲男人黑布蒙頭，押解到西九龍總區警察總部調查。佢涉嫌上星期4喺土瓜灣定安大廈用菜刀斬傷緝毒嘅海關關員。西九龍總區探員調查後，相信疑兇先後到過西貢、洪水橋、元朗等地匿藏。根據線報，星期3朝頭早喺元朗街頭捕獲佢。